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选举特别到啊！伫红头树，因为最近天气无啥好，加在有条客轮，即马选票已经送到位。另外伫台东有3个投开票所，只有一个人投票，所以呢，这3个投开票所一开票就当随知影结果。也若伫台南的永康一个安南区，因为选票数量伤济，佮爱出动点钞机来斗3工。将一箱选票送上客轮，因为过2天就要进行总统甲立委选举啊。台东离岛南市最近天气无啥好，飞人机客轮陆续取消。若是民众真歹返乡投票，连选票运送也是有阻碍。好佳在选委会紧急协调，安排客轮伫11早起将选票送去南市。所以今天知道这个有加开这班，所以赶快来啊！对，你是第一次手投吗？第2次吧。第2次了哈。这个投票还是很重要了哈。对对。离岛地区本来就是天候的因素，会影响很大啦。是刚好这几天的风浪又很适宜航行。想要投票，毋那是离岛困难，台东的山地乡也出现情况。因为人口结构特殊，全县236个投票箱中有5个票箱，只有1张选票。这位选民投予什么人开票都随见光，所以有2个人申请甲附近的投票所合并。不过总计尾也是有3个人维持伫原本的投开票所来投票。等于有5个符合这个异动的标准，但是我们只有2个他同意异动。3个投票所，他虽然只有1个山地原住民但是他为了考量他投票所的方便，他不同意我们异动。其他选票放入去，机器开始运作。台南安南区公所出动点计票机来清点选票。安南区这次一共有16万5千多张选票哈，那这次的点钞机一共出动了25台左右。那今天的工作人员呢，我们出动了超过40人。台南市即摆有158万名选举人，其中安南区有16万多人，永康区有19万多人。所以选务人员自早起8点半开始进行点票，以点计票机来辅助中间计算相同确认。警方也会伫护票，12会由投开票所的主任管理员甲主任监察员分配到区公所点算，完成投票所布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